林个西，你本人哦 ，yes， 这拢是真料。你看这拢是，哦，这全部拢真粮。哎，这拢真料。哎呦，一尾粮呢？过去，恁拢是用影像来做广告创作，用声音来传播，行销应该嘛会得到真好的效果。所以这摆本良王希望恁家师傅的作品做成有声册。 咱就绝对要让伊知影咱的厉害。无问题，没问题。好来，嘿，哇，我的厉害！好，嘿你说无赢。好，恁通欢喜收早，恁的任务只是暂时完成。刷落来，还阁有大型的活动需要恁来拍拼。 出门。天色也未光，我是感觉台南足水的啦，但是舞甲规支脚拢刷，哇，足水的，哇，真水啊！但是朴树叫阮来这要创啥？对啊，朴树的遮尔好，叫阮来这种海边啊，唔知咧创啥哦。你看，安尼，遐大片的，来，咱会使听一个海音声，听海口的声。哦哟，佫是这个声，朴树的声啦，刁天龙的声啦，刁天龙，嘿啦，有物件，啥位遮来哦？洗边洗安尼，请教我有。嘿，请教我有，啊，这个是啥？这画莲啊啦，画莲啊，画莲啊。我知影恁对刷落来的任务，拢感觉非常的好奇，心免着急。 我感应到这片的沙坡有藏宝图，而且这藏宝图甲恁的任务有正大的关系，请大家斟酌找，才阁禁止藏宝图去找宝藏。我不会去啊！我不会去啊！我不会去啊！两走。啊，不过我刚才听到藏宝图，啊，你讲有听到啥？伊讲用这学啦。学图的物件。系啊。啊，要去倒位学？啊，你用这个好啊。啊，真是要得学啦。你咧食梅哦？啊，恁感觉你是要学啥？我感觉是学笨手啦，因为最近迄个嘛，环保啦，环保。啊，若是学迄落柑仔啦，环保的话。玻璃柑仔。手柑仔吼。敢袂搁共一招啦？哦。逐摆拢是共一招。朴树安尼去互拆穿去。我知影，来。是倒位啦？来，我安尼洗，啊，看伊指到哪里，有无？阮就去倒位。哦。啊？用算命的。嘿啊！诶。真正。朴树拢用这招啦。啊，这边我摕。叫悬的去摕啊，悬的来悬的。你悬的去摕。哇！好，安尼你摕，安尼阮再安尼好，来单乱来一个。噔噔噔。无哩。这倒位看拢无看过，但这个所在足水的，敢是台湾？这敢若巴厘岛哦。对啊，还是要爱阮出国。哦，安尼我护照有照呢。你有照啊？啊，你有照吗？我无到先等于摕。OK。这看起来敢 Okinawa 哦。台湾有遮水的所在吗？你也录个痛经。不是啦，阮就是要出国的啦。对啊，伊讲这是藏宝图。是等下。加一张尔吗？我发现一个物件。这两个拢有一个边，但是遮敢若是一把刀，去切安尼。切开的啦。剩个别张就对啦。安尼可能要找4张。那安尼这是一个指示的话，可能有阁有3个。好，安尼咱来这遐大的海沙坡找看卖啊。感觉拢怪怪，拢怪怪，每一项物件拢怪怪。藏咧倒。
有吗？我找到，这有一个，耶！ OK。哇，这敢若你的下骹哦，我伫你的下骹。听起来怪怪。对。哇，好，好，合起来，好。合起来啊，Go 两好，个。继续，好，继续。继续切。哎，这我就跳了，我就跳了。哎，你哪会这厉害？介搞。安尼你嘛找有？哦，你一定定找恁翁的西客吼，恁翁西客拢学袂长。啊，这是豆饼，安尼这我应该是你的正饼。哦，我看下。有啊，对。哦，对，真正敢若巴厘岛哦。对啊，这所在看起来足水的呢。好，安尼搁剩一个。好，搁剩一个。加了！这根本是高这有配。长，敢若无长。啊？太超过啊吧！哎，要确定呢，搁有这种的哦，有一招。害我拄着欢喜一条对啊，我嘛是呢心肝乒乓叉。哦，哎，恁真正足厉害，搁用安尼吼，哦，真干巧，干巧，干巧。干巧机灵斗宅。还有两支无自然的插头，敢若有哦，哦，有放喺遐边。你看，哎，这嘛有一罐呢，厉害。哦，你真有够衰，要生气啊！哦，来啦，这届机会应该有啊。好你哦，你，交你，水啦！我感觉这应该是咱最后一张啊。喂，喂，敢会是？咪姐，啊好卖水果，哎，要生气啊！无送哦，豆仔。三个分开找较紧啊。好啦，三个分开车啊。好啦，尽量学啦。到底是藏喺倒位？小等，这。哦，这是拄只，这应该是拄只的。这支应该就是啊啦，哈哈！这支藏在这内底，绝对就是我的中波图啊！猜对了吗？有啊，你哦，猜到啊，你哦来。哎，哎呦，是这张哦，我有看到色哦有啦，猜对啦，就是这个所在，这个世界足水的。好来，甲用起来。哇，足水的呢！嘿呢，我用这地去。好，哎，这个所在毋是咱早起赛车有经过的，嘿，对无？这个门啊，对哦。啊，这有一个叉叉，哎，敢会是这个所在？我感觉是哦。护但是士应该要叫咱去迄。啊，方向应该是，你看哦，这个牌楼对无？就是伫咧正头前，对哦无？这个所腔啊以伊的倒手边就是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安尼应该是这个进前。哦，等一下头前迄个对所在啊。对，我感觉是遐，行。听咱来找。哎，迄地图伫遮，伊有拍一个叉叉。对。伊伫咧这个凉亭的边啊。哎，敢袂伫遐？找一个倒位？敢是为遮出去？只有一条路是。吗？车藏喺度。他是伫咧这个边啊遮。为头前吗？正我。迄收啊啦！啊，哎有诶，吊喺顶悬呢。去。够好。哦，说你。哇！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你嘛小 N 者，两歪 N，不可能！这一条蛇啊！这较困难哦。啊，这是系啊，迄落。想啊，一卡想啊对，。啊，要来家己，哎，较轻的。你哦，你妈呢？妈妈，豆豆来。好来。因为内底物件敢若，哇，
足贵重的哦。来，哎呦，好，足忝的。补甲即出嘞。阮一早起迄个 energy 拢用伫遮。对啊，拢伫这箱仔内底啊好。其实咱的朴素嘛是足用心的呢吼，系啊。拢会想一寡这奇怪的出头。敢会是钱在内底啊？2000万哦。哇！这毋是迄个庙内底。摆头顶面迄个吗？但是。请找修复师修复。哇！哇，豆豆摕，这是我忘记。这是古物嘞。哦。但是这看起来哪会去用粉啊？我抽一单。对啊。这片看卖，敢若是去用血粉过哦。对不？所以爱修复就对啊。袂用直接洗洗安尼。应该是袂使，应该袂使哦。这插头的，这若洗应该歹。系啊。这看起来。哎，这会使甲像迄个。你问林杰西好啊？林杰西啦。你敢知？你有伊的来哦。我顶白有家家。阮家来遮。因为你想要买迄8度嘛。真黏啦，我要买真黏。来。你好，你好。高早，林杰西。林杰西。是。啊，阮即摆有一个问题要来甲你问。是啊，朴素互阮坐啦。这看起来敢若爱修理的，哎呦，搁落来啊！哦，较说你的。啊，伊讲爱修复啦。嘿。你会晓修吗？这敢觉会收紧？啊！你来顶边无介绍啦。好啦，找恁查某囝帮阮修复一下啊。啊，你到底要卖啊？无爱卖啦，迄个真黏。紧的啦，我咧等啦，我真正要买呢。好啦。好啦，先来好啦，先去甲讲啦。好，拜拜。拜拜。原来是伊查某囝，哈。这我唔知有查某囝呢。规家伙拢是做这艺术的。啊，安尼阮是安那要行吗？要行，行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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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不可能，打电话请他，不可能。我甲准讲，伊这是放在厝尾顶的，但是伊这是茶的。茶做的，袂使放咧厝尾顶，伊就烂去啊。对诶。啊，会拗过。会使拍好安尼。对啊。啊，林杰西呢有查某囝无讲啊咧。对啊。好康也无斗相报。对，就叫因查某囝来出来教阮就好啊。爸爸是真念，查某囝是修复，安尼拄啊好呢。规间庙拢互因包去。对啊，哎，对咧，规间庙拢包起，啊，若有西公啊，规家伙啊有无？会使开庙啊吼。嘿。哦。哎，敢若遮吼？哎，是哦，77。哦，就是这位啊啦。好，来，你看这里，来，修复要修复。扣。遮有这。门铃。哎，那是你。你哪是秀琴姐啊？你我收轻纸啊？秀琴姐啊，你唔是？我袂知我做什么型吗？你这什么我是遮的，老大的。唔是啊，你搞我落甲一盘老泡，你讲你这样。照片也到了晒的老来。跑。唔是你啊，这清幽，你看卖一个，讲拎起来，这拎起遮有拎起的，你就跌，啊早时迄头你就无跌。送着你艰苦着稳。哎，唔是啊，啊想叫恁唔好较红嘞。要着你大牌，你了不起。所以恁即摆是要找啥？我要找医生啊，要甲我修复。医生哦，要甲恁修复，恁对啊，派。袂使你去啊，袂啦。我要找恁去，我要找恁去。无爱咧，无爱咧，我找恁去啦。来，够热的。有啦，热。油去啊！啊，恁即摆恁到底是要找啥物人？恁来。啊，我找这啊，你看这古物，阮这是啥？这是迄个啊庙内底的物件啊，因为歹歹啊。无，迄个卡。什么角？什么角？什么角？插角啦。对，所以要找人来帮修复啦。修复师就对啦。对。足拄好，伊拄啊伫内底。哎，这拄好，是恁朋友啊？哎，当然，阮朋友啊，姊妹啊，姊妹啊，毋是，哎，人爱较少年，那是你姊妹啊？哎，你头点去，你也要看到人。是哦。哇，面结西。哟，哇，这是恁查某。这阮查某囝。你看，我同学。哈？唔是吧？这嘛恁查某囝啊？
什么你的姊妹啊？你嘛生的落？啊，那伫咧这个门顶管画图。哦，我即摆咧修复门市。哦，所以伊就是恁买找修复师，你应该是修复美女才对。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吼第一摆看到伊哦，我讲哎呦，这个遮尔吼文化的气息的所在，为什么伊哪会伫咧遮咧？照你讲是爱生做像你这种，不是啦，没使。什么意思？伊这应该是贵节吼，迄伫咧柜台百货公司。首先我来讲，这是现代水，这是古典水。哦，啊，这嘛做水的啦。老公，啊，这是现代。啊，我这现代古典拢有。我是 1 2 3 4摆。无拢水啦，拢水啦。有这个艺术加持之下，大家拢水，拢变好。你来无吼？哎，我感觉你有这个老爸吼，我感觉你足骄傲的吼。系啊，系啊，那有我嘛足骄傲的。哦对，哎呀，这是重点哦。重点。甲老爸共款嘛是足无建议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是修复师啊？这是要修啥？伊的线还是伊的啥物？因为这个插角伊静静地放伫咧庙内底，因为庙会拜拜嘛，拜拜香了一直熏，甲表面拢变乌的，对啊，修复才会当甲比较较水的，像迄人咧做医美啊，甲比较水啊。哦，对啦。哎，想要问看卖，即马伫修复的即阵是门神，这是咖喱兴定兴宫的蔡车路门神。伊是蔡车路老师伫咧民国50多年话，因为伊的状况本来非常的歹，啊，伊的彩绘顶管非常侪笔痕，啊，搁有伊的彩绘一直落，对，一直落。我即摆咧修复的是伊的较后壁一个定数，就是我会帮伊补色，因为伊有足侪无去的所在，啊，我会照伊的色啊慢慢甲补倒来。哦，爱共色吗？爱共色，爱一模一样，所以我会用这。啊，慢慢啊调。阿库利擦。阿库利擦为什么要用阿库利擦？伊咧补的时阵，伊较好补。佮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袂当用甲老师用的原本的才同款的材料，因为时间过会用做伙，啊伊会袂当后壁的人会唔知影这是到底是修复师的，还是老师的，分袂清楚。哦，安尼就对啊。对，啊是啊补起了后，那万一你以后要甲移掉。买当要甲清掉，买当拢会当清掉。哦。因为这的门神啊，吼，这是咖喱定兴宫，这是古迹。啊，你若比做古迹，列为古迹的这物件拢属于古物。啊，古物拢是受到咱的迄个文字法所保护的。所以这人吼，政府叫我讲，伊要来摕来修理嘛，毋是讲会当凊彩人会使修理。了解。一定要符合这个资格的人才会使。啊，无伊古迹，他会当凊彩搞一个人。对啊。搞一个人，咱若万一收歹去，迄就叫做破坏古迹。破坏古迹爱罚3档，爱3档，伊爱关3档。哦。啊，那安尼是咪别人我嘛袂当饲吼？袂使。袂使。我嘛袂当讲吼。摸会使啦。爱挂手头。爱挂手头。但是你修复的这个职业啊，是等于讲政府互你拜。是嘛？是爱考试，爱有资格，爱有资格。安尼是你爱去考试吗？无因哪会知你的？因为我是研究所毕业的，啊，台湾咧做修复的研究所，就是台南艺术大学是上大间的。哦，啊，你为什么要读这科？可能有受爸爸一寡影响。哦，也是爸爸逼你的。你即摆有偌济人咧做这道？较歹算，啊，毋过大概可能7、8、10个吧。啊，不介济呢，这我甲迄酒后差不多数量。对啊，恁两个吼实在足珍贵的。对哦。我以稀为贵。你讲你受恁爸爸的影响，但是安那你无迄个真良。因为查某囡仔袂当爬厝顶。嘿有，对啦，迄天有甲阮教。心灵的受气。有一个所在，你刚刚有爬起哩？无，我知影，因为查某袂使下过。嘿，伊迄天有教，袂使下。啊，恁敢有想要问看觅啊？50几岁的东西。金生理的咧，对啊，好过一个啦。啊，蒙进前爱挂手套，挂手套就会使。对。啊，豆豆啊，帮我袂当
愈粗鲁。好，哦，安尼咱来试看卖啊。是安那挂手套甲无挂手套的差别伫？因为按手的有手汗、手烧，有水气有水气，啊嘛可能有头个食物件，可能洗手无洗清气啊，拢会影响到。即摆摸起来是白白啊，阮有定位较白，较白。啊原本的较粗。新的啦，新的较白啦，啊这较粗啊咧。对，哦，原本的较粗。真的。啊，我借问你会使家己有一个创意，啊帮伊画迄个彩绘纸。喂，袂使。袂使啦。好啦，我问笑亏，我做这个爱问笑亏啦，我好笑，无笑。但是我感觉伊即是袂歹，我嘛会当真自然。有人家。讲较正经的啦。无啦，伊上正经就安尼啊。伊的古物，伊的修复，你袂当去遐变。你敢若会当哦修旧的，少少愈少，旧的就是修来就像旧的安尼。哦啊，所以我嘛常来讲，因修复史是将历史吹转来啦。哎呦，这句水啦。啊，阮是去创造历史的人。我感觉这就是根据。我是感觉啦，人一生就安尼啊。你看因哦，因是安尼一代文化的积业是爱传承落去的，所以我感觉这两句嘛会使放伫咱生活当中。咱门神有金小宝有地宫，来了加官，这就是加官，加官就是摕一顶官帽。官帽加官。啊，加官进禄就是有一只鹿啊。啊，进禄的禄就是拢有咱的福禄寿的禄。哦，福禄寿的禄。啊来了尖花。尖花。上边啊，迄个叫进爵。啊，伊的爵就是爵位的爵，就是代表要互你做官安尼。对。所以有加官、进禄、尖花、进爵。对，我嘛想要问，安尼规个拢画了爱偌济时间？用较好啦，安尼爱偌久。遮有6个门神嘛，阮会做差不多1年半。遮有6个门神嘛，阮会做差不多1年半。有影。阮遮修护师应该有6、7个拢在做这个门神。那咱借问安尼，恁咧修护的时阵，你是参考啥物物件？还是讲伫看伊的迄个原理？阮会看伊原本的图，啊若损害程度较严重的话，毋知伊的图是啥，所以阮就会去找蔡车如老师伫北京庙画敢有共款的题材，会当参考。车如说的意思，咱伫台湾迄个彩绘界，伊的迄个画师的历史是占有真重的地位啊。伊是学术派出身的，所以伊所画的物件，包括伊的门神，足迹非常精。啊，你若看到门神顶面若有落款写3字蔡车如，哦，迄个价值连城，哇，非常价值啊。互阮介熟悉一下。介绍你熟悉一下。阮这个门神嘛有落款的。是哦。伫迄个伫金小宝有地宫遐，伊的迄个剑地。遮有写字嘛？哎呀，吹起来。哇，套路画嘛，这是画嘛？画。专业的感觉。你像咱做医生咧做手术共款，我嘛有像个刀啊，手术刀啊，这个注射，注射我嘛帮迄姑母注射。啊，你哦，伊嘛会艰苦。哎呀，伊嘛破病啊。对，伊心脏伫遐啦。我唔敢被卡。这内底个有呢。你讲遮？遮个有。哇，你真正是哦，哎，这是鹿啊吗？这是青啊，青啊，鹿啊是这。等下恁爱用到这青啊。哦。因为即马顶管有足侪垃圾，对啊，我等下教恁免哪用这青啊，甲迄垃圾清了。这支是啥？哇！炸讲，我用这支较久。有的所在用，有的所在用，就是因为迄伊的
有一个角度，伊这无法度甲清起来，所以爱用这拿树拿清。拿青啊！做没点不是啊，这不是更有树的，等一下，不是，是拿去。哦，拿钱，较有路的所在吼，咱就用这清啊，你甲清。哦，哎，你知影你无干那姊妹啊呢？你会当回啊？你会当回去你兜？咱遮教互你哦。无啦，嘛是爱拜托你。你搁教，好来来来，详细，来，阮即摆看有一寡较垃圾的物件是卡伫内底。哦，对，安尼来开这，来豆豆啊，清。哦，有啊，清起来。哇，有的拢糊呢。好，你有来，来，你试看卖，我考我。无我拢是我咧吸的。用你的鼻孔。这旁台这拢是，你甲讲者。拢垃圾。哎，好。我看，剩下用这清就好。刷来，我爱甲恁要来做米花。好哦。对，就是安尼。把迄签仔放伫个米花内中，对，中间卷起来。安尼吗？是安尼哦。对，哎呦，头爱安尼。头爱圆，头爱圆，伤，对。做什么乌泥啊？对啊，我就是要清的。你叫较健康哦。不是你袂使逐遍拢怪互你的老花肉，你莫袂使逐遍。咱拢袂当用较粗的呢。会使，人我来当用就会使啊。好啦，好用就好来，过来。咱这是几种无共款的药剂。今仔我头食步先甲你讲，即种好，用即种。好。过来。先对较细微的开始，就是安尼，豆豆用。哦嘞，哇，做垃圾的，做垃圾。哦。你看，你真开是安尼。哇，做咖啡色的。对。哎，你会知呢？这吼，敢若一支安尼用一个位啊呢。啊，你啊看，要清到这爱用几支？安尼我试用看来。安尼吼。我看到迄蓝色走出来的，下毛青的。你这青，我这蓝。对。你这清起来，你有敢有发现下骹是金毛啊？这金的就水金毛啊。哦，这是伊原底的色对无？对，原底的色。哎哟，老师，安尼这规个用好爱偌久啊？像这安尼大块。你若认真咧清的话，差不多1礼拜。一袋啊？一礼拜。一袋要惊1礼拜？对啊。有清好的无？有，来，我用一个清好的，互恁看一下。哦。来。看一下啊。哇，水呢，这色。伊原本的状况甲这差不多，比伊较乌。伊个比伊较乌。可比伊较乌。啊，这安尼清遐清气，啊清偌久？这差不多2礼拜。有这1礼拜嘛？啊，这差不多2礼拜。啊，几个人清？迄阵阮是2、3个人做伙清。有听到无？哇，2、3个人爱清1礼拜。哇，惊到呢！迄个乌乌臭臭的迄个物件，规金闪闪啦，原本的血拢走出来啦，所以我有淡薄仔惊到，讲哇，原来伊是一个遮美丽的物件，但是咧切的时阵嘛爱足细腻的，啊足优秀的，因为伊迄拢是插头的物件嘛，你若切一个伤大力，可能就会歹去。啊那，恁查某囝叫阮起来找你是咧创啊？找我哦。是啥物代志？你即摆在舞队一出嘞？你要起来学功夫哦。搁要学功夫哦。顶逝吼，咱伫咱分身发表迄个有声册。哦，你有满意哦？感觉袂歹。啊，谢谢。你个人真好咧。好，爱搁较好。嘿。啊，有声册了，互我一个感想。爱将这个有声册的物件，甲变做有一个实际上有法度推广的迄个展览。哦。啊，所以推广就爱有一个主题，我就想画咱来做一个迄个红尾。红尾。什么叫做红尾？你讲迄个红红下尾啊吼，是毋足水？对。嘿，这就是红尾的其中一支。这是先做起来，做安尼互恁看。足水呢！这是一个红尾。
因为咱要叫人学一件物件，咱互伊感觉有信心，感觉水。对，而且爱较亲民嘞。哎，对，愈简单愈好。对，啊，恁等下要做哦，做上简单的工课的。哦，你若将负责遮，红的遮，吼，伊就安尼甲连起来就好啊。好。遮的红色的老师已经先把恁挂好啊，因为即个物件要连起哩吼，啊，烧塔济，你就爱甲切掉，遐甲收掉就好。拄我开始咧加的时阵，真正毋知迄美角啦，所以我差不多加歹2片玻璃，因为我感觉玻璃无好控制啦，因为你摕迄叶啊，你咧叶的时阵，你讲你无说你吼力头伤大，伊就会破去，所以我感觉迄嘛是一个美角。啊，所以我看迄民革师咧用的时阵，伊是用挂的，伊是安尼用挂的，无讲真正也加落。所以我后壁咧用的时阵就会后壁就开始愈加愈顺手啊。伊要推广这减量的体验，我就要真正去做。啊，即摆做甲顶面做搁较无共，因为你敢若雄有身体记忆，你就知影哦，爱顺遮爱顺遐，啊，伊的美感你差不多就会使有淡薄仔去抓着。啊，毋过嘛是有一个足困难的是，迄美感吼，阮想的甲师傅想的。还是淡薄仔无共，所以伫咧伊的目睭内还是无甲改好。但是我家己看，我是感觉比我头一遍咧练习的时阵好真济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嘛是会使愈做愈好，愈做愈好安尼。这是倒位啊？手牵手。有名迄条啊。想喝价这条。大细汉的啊。几岁啊？你教阿妈伫倒位？伫头前就教啊。伫头前，伫头前。是要闯食哇！去教阿公阿妈，我不都有。来，伫这里吧。我变哪讲阿妈，你这么礼貌的你？哇！保安桥，真庄严哦。真水哦！哦，水。我入来过去鸡母会。我嘛是呢。有吗？你有吗？我有感受到。咱是来看这哇，包。熟悉的，这是。哇，足水。这嘛是真的，阮爸爸迄阵68年做的。 68年，咱伫对啊。我未出世你应哦。该出世啊吧？你高中啊吧？无礼貌。这若是要做迄个有声册，应该这巴度甲30拜托爱讲足久的哦。这若即马要来做吼，一度安尼爱过600万啊！哎呦，啊，这是啥物故事啊？这巴度？感觉足侪故事的。这把叫做九曲黄河阵，九曲黄河阵。哦。九曲黄河阵嘛是等于是诸神阵。哦。迄是封神榜内底的故事，伊顶面有3霄。嘿是。啊，伊设一个阵落来。是。啊，遮会做新生的，大家拢入去，大家拢叫抬掉。 哎呦！但是新鲜就袂死啊。对。系啊，新鲜抬掉了来吼，迄个粉果又倒来，伊就搁活起来，伊就活起来。这个是两吉公主。公主。啊，伊是倒位的人。封神榜。哦，封神榜，敢若有分两个阵尔。哦，两个阵。一个雕哥，一个西岐。吼。雕哥就是迄个碉王。啊，一边是公主家己的母王。 哦，啊，两边咧相战，哇，这足水的。这是封神榜。啊，你看这哦，这个叫腰阵。哦，是。啊，腰阵伊有3目。嘿，3目。哦，对。腰阵是毋是迄个？李龙神君吗？李龙神君就是腰阵。啊，你看这有金车，金车是送因兄哥。哦，李落车。哦，李落车。李落车啦。三代祖有啥叫三代祖？伊排第3个。是。啊，大汉的叫做。大太祖。李太祖。李太祖。啊，你第几？我第8太祖。8太祖。大汉的叫做金车。金车。第2叫做木车。木车。第3叫落车。李落车，系啊。啊，李落车伫遮，系啊。这是经典的。什么卡达？啥物？红火轮。哎，卡达红火轮，手举迄个金枪。嘿。哦。哎，但是民革师像阮网红这种职业嘛，对无？是
厂商会来甲阮找，但是你的头路是谁甲你找？是市民托帮忙。像画 case 互你。系啊。是安尼啦，阮吼足济工过吼，我即摆嘛是安尼，我有差不多十件内底有差6件，至7件拢是新民指定的。哦。啊，新民伊若要去做一个去一间庙，对。啊是伊要做吼，像这要做一百红仔肚。嘿。哦，啊，因的主事的就去拜遐的师傅的名。师傅名拜足济，啊，互新民去敬。跋杯对无？嘿，啊，新民伊来敬，啊，用跋杯。对。啊，看上上济分就是。哦，上济杯伊就得奖。对，阮的工过大部分拢安尼。那若是阮来做，就是一直跋无。嘿啊，跋无。跋3暝3日嘛跋无。无要好做。袂啦，你若三年一日3年3，你9年你就会晓。对，爱时间啊。对啊，像秀清姐嘛，捌唱过吼新民的歌。嘿。嘿，共款啊，伊嘛是会共款啊，摆足济外星的名。对。但是我得去用互新民选。哦，是安尼，所以袂使学袂唱哦。嘿，袂当啊，嘛是爱新民有同意，讲要互你唱。哎呀，所以咱都新民选的呢。当然啦哦。咱药王会使帮新民写歌，对无？嘿对，啊我来唱。帮新民写歌。啊无咱等来播讲。啊，阮来翕 MV 我来翕。嘿，恁两个男女主角哦。嘿啊。啊你小对。迄个写是对啊，啊无咱迄个粉红超跑，遐你出名。对啊。还有刁天龙的声。刁天龙的声，爱吹看麦。哎呦。还有咧。你耳孔遐好，后壁咧。后壁声，行，咱看。伫倒位啊？遐头前。我听到是遐。伫头前吗？对，爱吹清。是哦，倒位。哦。哎，愈来愈大声，我明显啦。都是这啦。唱酒啊？这是什么？啊，即摆叫吗？阮早起有叫过一遍啊。啊，即摆换我叫了对啊。好，你叫。好，你叫。到底。哇！整念修复工作应该爱互搁较侪人知影，所以需要恁来帮叶师傅甲因查某囝做伙办一场推广活动。这一切拢交互新民决定。爱跋杯，亲自看是毋是会使放心交互恁。若跋有一杯圣杯，就算新民同意恁这案，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加油！哦，哎，不走，拜拜，不走去哦。不走。我拄则听到的重点是，阮爱帮助民决师甲因查某囝办活动，然后咧，这个活动阮搁爱跋杯，若有圣杯才会使。才会使办。咱来写来甲王爷公跋杯看卖啊。看到咱的心。来，哇！来呀！哎呀，谢谢。来，起来拜，再拜，3拜，哦，迄个上宾咱5府千岁吼，王爷公吼，是，啊，这是迄个咱公共电视广告 start 哦，迄个推广的节目，哦，啊，地主小地位，地主，你有。哦，啊，信路张秀卿，信路当机涵。哎，啊，今仔日有事要来请示王爷公，这个节目讲要来推广展念这个传统工艺，哦，啊，要来甲王爷公啊请示，啊，要甲请杯，哦，啊，希望王爷公啊会当保庇互大家顺利，哦，啊，等下要来甲请杯安尼，哦。王爷公啊，搁才会掌声讲吼啊，阮是诚心诚意，是讲为着吼咱的艺术要甲推广出去，望王爷公甲掌声讲，互阮一个圣杯，吼来。望王爷公甲掌声讲，互阮一个圣杯，吼来。爱笑杯欢喜过来。王爷公掌声讲，吼，是毋是恁即马爱去
派兵马先去查一下，若是安尼想一个想杯，或者是讲你有欢喜，吼，要还办这个活动，吼，若是安尼，望王爷公、众神公，吼，互阮一个想杯。有啊。想杯，感谢，感谢王爷公、众神公，感谢。好。安尼王爷公嘛算讲有同意咱做这代志，安尼咱就来分工一下。好。对，我感觉西甲因查某囝才转去负责迄整量的部分，看要安怎处理互人。技术的对，啊，咱会使上活动的表演啊，表演的叫人来耍啊，要安怎甲人摕招呼来？招呼，吼，就靠咱啊。阮分工，分工啦，好。好来，无咱咱就等去开会一下，好，开会。来，再次感谢。再次感谢王爷公。众神公，感谢。来，落车。来，落车。哎，到啊！你落车？哎，大家，哎，无啥数学。当然是这啊！哇！人咧讲，你袂当看伊无点，这就是吼，咱要讨论的基地，所以就是爱这种所在。好，行，咱入来。真啊假？真的，行。哇！是不是？哎，你真正是用心良苦呢。好爽呢！哦，拜托诶。哎，这咱会使好好伫遮开会啊吼。哎呀，秀琴姐啊，我看你这道拢是来台南的浮水鱼机。哇，水鱼机，浮水鱼就有名呢。啊哎，还有一个重点看到无？哇，牛肉汤啊！本体牛吧，伊安尼一道拢是澎湃，拢对台南。啊，重点恁袂感觉讲为什么要传这个好啊料？对，为什么？你看恁的 boss 对恁落，谢谢 boss。真正吼，谢谢。真正无话通讲啦。你啊，逐项吼拢是台南上界迄个迄道的。有啦，阮这组其实真正食了袂歹。安尼吼你。讲咱汉草拢食个食。啊，歹势姐姐，啊，你来帮阮摕迄碗粿的酱。对，啊，迄牛肉嘛先煞。啊，牛肉是要帮阮。要杀一个。哎，是安尼直接倒落去，还是安怎？这边怎用？迄肉爱穿烫。啊，穿烫系多谢好，谢谢。我你讲姊啊，无遐好做啊。这真麻烦你讲。哦，安尼啊，甲恁穿甲安尼，我着爱甲恁服务吼。你也无想讲我几岁啊？你敢知影为什么恁会知影去遐我无去？我就是安尼辛辛苦苦甲恁穿甲遐澎湃。好，来，下个鼓励5、6、7、8。好诶，秀秀琴啊，秀琴啊，棒，秀琴啊，棒，秀琴啊，棒，你讲小卿啊胖哦？棒啊！哦，我想讲好，袂使啊，阮爱上。好来，牛棒棒棒。好来，这个谢谢阿姊啊。来姊啊，甲恁用者，来首先吼，先安尼，啊鸟喂哦。吼，台南正确的食法就是安尼，来。噔，第六句。会烧无？来，啊，就安尼随安尼拉的，哇！是不是？哎，看这，啊，伊个汤吼爱粉红仔色的，较会使哦。哦，来，先要先啉，来，你啉看。我嘛要啉秀清姐。来哦。你要啉秀清姐啥？做诶。我操，安那？足油诶！甲你的肉同款油。甲我的肉同款油。油咪咪，但是我。汤足好啉的呢。好来，这哦，一定哦180度甲冲落去。哎，你来讲摕我的碗去食啦。这是我的咧。我想，我想讲这是公猪，啊，作笑的，你冒失亲姐，歹势。那是冒失亲夫，你冒失亲姐。我感觉咱哪食，咱哪想活动，
是啊，活动的内容拢无想呢。对啊，敢若一直顾食，想一个我搁想讲是一个大活动，啊，遮会使算啥？会使算啥？哦，几落区啊，几落区啊。啊，恁敢有想讲，搁有啥物撇步袂？吸引人来？因为我想讲，咱要做代志实在足多。嘿啊，之前我有摕到迄个福书互咱的迄个啊，对，对不？一个，伊会发布啊，啊袂贵嘿。做银龙，金龙没有给。你没有白啦，摕较顶悬，咱足奇怪。嘿，哎好，会使，较正经的。看卖者，明谢惠顾。顶悬啥啥？公道六家来，请了。请了。哎，互你点。唔是爱算者。来，一场活动爱有特色，一定爱一炮就响透天。若是有即个吉祥物呢，嘛袂歹。台南有啥物吉祥物啊？我查看卖。吉祥物咯，真济啊！我感觉台湾其实足侪所在拢有吉祥物，比如讲平湖嘛有嘛，朋友啥？平湖是一个，敢是一个蛤蟆的啥？蛤蟆精。唔是有啦，啦，咱台南嘛有一只哦。台南这只或者鱼头君呢？鱼头君，因为台南最有名的就是三目鱼头，三目鱼啊，三目鱼的鱼头叫做鱼头君。哦是啊。你看啦。哇，这足够资源哎呢。呦，也是咱用鱼头君来做迄个蒸料，好，长好的迄种。哎呦，这会使哦，这做起来这个计划袂歹，足水的。啊，因为吼一个活动爱有好的场所，安尼我去敲电话去招一个。好啊。对对对。啊你？啊，因为迄修护师遐嘛是爱联络吧。对啦，伊可能有物件会使算啊，安那。我有打电话问查某囝，所以小开讲者。喂。焦敏啊，焦敏啊，你好，暗，因为阮头拄仔有开会啦，但是阮有想要一个单位吼，想要放即个修复的所在。我之前是有办一个活动，是用恁今仔看到的模型，我甲印成图片。啊，这图片我规个空，啊后面就去体验看卖，要用什么方法去甲伊布的。这个方法有巧哦，所以我嘛是用迄阿库里的色去画嘛。带大家用水彩，因为水彩较好画，阿库里物件会高着啥洗袂起来。哇，你有巧哦，厉害！那设图吼，这有一个空间呢。嘿啊，算讲这个园区遮上大。对啊，因为咱足侪物件嘛，咱有整幅嘛，啊个有写册嘛。咱迄有啥册是爱互人用手机来看，还是讲爱迄个？你讲导影吼，系啊。无咱就先看，先哪看哪翕，啊等于甲因讨论。来收一粒批咧。好，看这个吼，是有图啦吼。唔对哦，是毋是减啥物啊？啊，唔知是啥物单位做的对无？啊，记起来。啊，过来，我看过有啥？啊来，刷落来，这张海报袂使。敢若拢是你，啊无阮的相片。瑞哥，高早。高早你好。我拄则有看到迄个明信片。是。啊，我感觉敢若减一寡物件，就是讲阮毋知伊是啥物单位做的，是毋是会使放阮广告 start 的迄个 logo？是，好，这我再去更正者。啊，搁刷落来，迄张阮的海报。宣传单。宣传单是毋是爱放阮主持人的相片哈？啊，
啊，对吼。无也唔知影是啥物人咧种啥物，对无？对。我看到这场宣传单，我袂想要去咧。到时阵遮一场会使囥200-300个人，哇，已经足闹热了。我感觉咱师会足欢喜的，咱甲这推广出去。阿鸟喂，哇！有惊到吧？有惊到吧？一套炸呢？你讲的迄个嘛？系啊，其实这是迄个网友啦，我网友啦。你拄则已经讲你要。我要联络迄个鱼头的。鱼头的，给你联络，会使写 email 安尼。网友网到朋友。哎呦，这只鱼活跳跳，哎，无可能吧？我看，哇，鱼头滚本人吗？你好。哇，哎，伊做甲足真大啊！对啊，你看后壁，哇这，我巴肚枵，迄个干的。对啊，伊就是咱即届去上物啊。唔对，你要甲伊 battle 者。我感觉爱甲考试者，无要做阮的去上物无遐简单。我先，我甲你 battle，爱先过我这关你才会使。嘿，出。换你。energy。哇！你过关啊！你的腰才好。多谢，就是你啊！多谢。你会使上班啊？哎呀，足紧张！哎，活动是今仔日哦，咱先看一下这的物件吼，小等迄观众若来，像这 QR code 对无？会紧甲扫看卖会动袂动？确定一下，这应该就真正是咱的优声册吼，优声册来的民众就会使扫看卖。对，啊，伊就会使直接看安尼。哦，有确定有啊，有影片。有好，啊，然后你看，像这明信片。明信片安尼，伊的后面对无？就有咱甲民杰师这联名，安尼有水吼。对，啊，这面就有伊的故事的名。咱的一份就是5张一份。哦，所以咱连面嘛爱甲包起来。爱包起来对，啊这。你嘛足高水这鱼头棍啊！系啊。干穿了。这是啥？这是你的耍智力啊！活跳跳，对啊，我搁甲伊跳舞跳迄个 energy，迄10吨啊！哦，跳到规2骹了。系啊，啊因若翕相，伊就安尼摕。对，哎，你两个。来，我翕一个。啊，我帮你翕。来，而且你知影这安怎念无？这？怎样念？沙巴哦。是安怎是沙巴无？因为沙巴鱼沙巴。哦，伊是英文哦。对。沙巴 boy。国际。来，3、2、1。沙巴 boy。好，会使够水。哎，我感觉这嘛会使去用动，因为鱼仔会安尼动。哦，会安尼动。好，来，即摆咱看到的是1号的选手。这是活跳跳啊，沙巴鱼活跳跳。哎，真正用啊足好的呢，我感觉咱活动一定会放啊足美好的。安尼我先把这头壳开。来倒3工哦，来包过哦。来包过。几张啊，互因一寡 surprise 头签名无？袂歹哦。好啊，但是伊会提出来讲。你想讲这是这张哪会遮垃圾？这哪会垃圾？我要换一包。我要换一包，啊这啥物啦？档啊像。啊这啥物啦？我刚会使签啦。好啦。啊伊要换，你爱敲电话甲互迄。民杰师讲要换，啊我囥几包啊新的。
好，来，咱来签名。来宣传一下吼，恁拿枪我拿去。好，来，我来签一个哦。来，可能会得到咱的签名哦，现场签的哦。哎呦，这一组一组的。哎，有人去电话呢。你哦，你这麻烦你去接风者，有人客来哦。哎，搞照！哎，搞照！那无讲出。我靠，一句的。一句呢？啊，你人来就好，你摕大包细包送啊。我用心良苦呢，无你莫插我咧练身体。你增食伤济啊！安尼甲恁全家吼，这个鸡丝头啊，看偌重，看起来重看呢。啊，恁是准备了？你先讲有用济啦，来，你看有水无？对啊，你看。这要分予观众的，啊，然后我有想讲吼，会使互你签名，是彩蛋中的彩蛋。对 ，surprise 啊。surprise 嘿。但是你今日到底是摕啥物叫大地？我看到一蕊花。有花啊？嘿啊，你看。哇，这一定是好食的啦。一蕊花。哈？莲花？啊，这嘛是花啦。哎，来，愈来愈刺激哦。当然。笑。好没劲哦！你是要搞阮当做吉祥物哦？原来本身哦。你敢知影吼？是的啊。咱虽然吼准备甲真周到，但是吼，咱嘛是爱有。表演呐，对，开场的表演呐，这拿彩盒就是配这，对，我知拿彩盒安尼一组。无，咱进前伫遐看到迄八仙呐，对，八仙这拿彩盒嘛。啊，你安尼就适合的呢。张国乐应该是配这位公主啊，嘿，第迄个无啊，来过来，啊，这个是河神歌。河神歌一定是恁两个唱啊。河神歌嘿啊，恁两个到底是啥物？要河神歌，咱爱用较特别的。因去办河神。嘿啊，咱较爱看。迄人惊死吧？袂啦。无你办河神歌啊？家己会使家己拍面的。来，咱是莲花指一个。我就是河神。你真帅啦！安怎啊？我有水无？哎呦，水！嘿啊，卧雨啦，卧雨。哎呦，哦，朴树搁要讲话啊啦！来。办活动的目的就是爱行出去外口推广，所以恁爱分组两组，而且爱伫半点钟内去街仔路找人甲恁翕相，搁爱规定因到现场才会当得到相片。翕上侪相片迄组会当得到特别的奖品哦，祝恁好运！哈哈哈哈！咱爱找人去上，爱找人去上啊！啊是因有奖品啊，阮有奖品。因有奖品，阮嘛有奖品。应该是无啦。阮两组赢的较有奖品。对，因为哦，你哦吼，恁两个相差，我两个拄啊。你要带阮细汉的？系啊。好，安尼好啦，少年，阮两个。好。啊，来，你要加油一个。无啊，阮就无共做啊，无要甲恁加。恁家己。你的头发我你讲，你哦，有实力的人吼，唔免加油。安尼。好行，即马来。好来。来。摕。我先来唱哦。哎呦，紧哦。哎，你讲贪心咩咧？我会啦。这个有啦，来。赶啊，紧来，行。我行。耶！感谢关圣帝君，心心心意啊！我头拄有甲关圣帝君请示过，爱互我交的圣杯，所以阮一定会赢。你咧讲电影台词啦？对，我以为恁来 email 咧，无啦，这是用庙呢，你袂当来 email 哦，我嚟讲哦。而且因为伊家有无，伊家会使搭这海报，互咱宣传就对啊。宣传，好，安尼关的。关的，来，你上关。你280公分，你上。280公分。你去拍哪条？就是人，来，我交互你啊！来这样啊。就是交互你哦，交互你哦。
看有正无？有正无？你是你啊纳凉哦？炒好正，才会地人。倒用啦。会来倒边较悬的，倒边较。哎，迄是我咧画的啦。你画，哦，你的位，你画，你画。我负责下骹。你画。会使吗？会使吗？水无？哦，咱袂输要去小巨蛋开演唱会咧。哦。哎呀，你够行咧。你讲 Q 讲啊，翕一张这有无？有啦。用着啊。用。哎，真的呢。对啊。啊，那甲我迄个大箍啦。对啊，你看。啊，你问迄摄影师。你看你迄肉拢照出来，鬼拢顶出来。太羞掉了！你们很过分，怎么我的脖子比脸大？对啊。无，我跟你讲，起笔了，我帮你，稍等，起笔，来。是我有得罪恁吼。哎，伊甲你报安尼，我本来就做成林志玲，为什么变林美秀？好姐。伊甲你加强啊咧。啊，无啦，真正，不是啦，修容啦，修容。我这不是调工，真正。车门安尼较有较好。你敢红棍啊去有挂？啊无。你敢有较好？要话大家来话讲。我无甲你。我嘛要话。我是高升姐，我是林志玲。我甲你这地用。我是我不甲你搞笑啊！不要紧啦，安尼使啦，多嘴。你个地无够，我帮你画加画几条。起来啊，老安会甲我离掉啦！这么对。好啊，莫安尼。嘿。有代志好啊讲。挂咧。好啦，莫讲好啦，咱的任务毋是来遮搞笑啦，较正经的好无？爱宣传，足重要的呢，你伫遐落笑话。好，来，好好要甲阮这个活动要甲推广出去呢，爱甲民众翕相，啊叫因来参加。啊，咱嘛是有一个比赛哦，这是咱内部的比赛。好啦，来比赛啦。好，来，阮一队因一队啦。好，即马呢，咱两组嘛吼，啊，你看是要选外口还是？看你啊。你咧内底你就莫去落拍你啦，内底较凉细啦。哎呦，心机足重呢。啥物？我毋是这，哎，我拢对你好，你拢讲我心机。后壁人较济，较老练的。无要紧，互你紧。有实力的人。互你紧啊！我也是拣好较凉的所在。好行，我先来对。啊，互你画者，互你画者。来，阮靠你迄个。毋是啦，我讲时间开始，毋是要甲你加油。对啦。好来，备起。时间开始。好，进来！有少年人，你好。阮下晡有一个活动，伫即个南势图，就伫附近尔。啊，3点底也有足侪活动会使来耍。你是为倒来？高雄，安尼拄啊好。会使。拄着运气好。有嘛有一寡 DIY 的体验，足好耍的，啊，拢是咱遮的艺术文化的。对，庙宇的啊，这种真念嘛。重点是哦。咱翕一张相，相等的，你若来，就送你拍立得。对。但是毋是用你的，是用阮的。用阮的，就是你爱来现场领。啊，这互恁摕，安尼鼓水。对啊，因为你喊你几时，你定来台南吗？无定，啊，安尼拄好，久来一遍就拄着阮，你只要好运。好，来，1、2、3。来，阮要宣传一下，因为阮咧比赛，你知无？听有台语啦吼，嘿，啊，阮咧比赛啊，阮惊阮会输啊，啊，所以恁敢会当互阮一个要求，就是甲恁拜托一下，啊，而且嘛是真精彩啦，诶，你甲进来，你辣妹，进来。啊，有影。我，系啊，伊本人做引导的对无？诶，咱袂当搁拖拖啦，咱做翕相一下来，来啊来，阮搁要扭人客咧，进来来哦，来哦，妈妈来。你是妈妈还是你是姐姐？哦，妈妈吼，好来。这活动是免费的，恁就直接来，啊 Google 这个所在来找阮，啊，来翕一个相。吼，来，进来，哎，运气足好，拄着阮呢，比如来，较紧呢。来哦，好，1、2、3。啊，伊是走去对啊，哎。咱拄好够戆的啦，咱为啥物要先去内底？啊，你等下遐外口的人就先去互因扭去啊。翕相啊，啊，你若是要伫你遮来现场，阮遮会洗一张相片互你。来，1、2、3。我一张。哎！我跟你讲，他们我不认识。我跟你说，你
爱去啦，伊会甲你叫去。无紧，反正伊搁咧上班啦，无紧啦。我跟你说，不要理他了。有没有空？我好爱你哦，你要不要来看我们的节目？这有有过啊。我们有过啊。我无食着饼，我无食着。下晡来啦，你这幸运啦。你这无这共款的啦，这共款的啦。我共做的嘛安尼啦。这共款的你是袂记住咯。我无食过你的饼，我要食。你小吵啦，小姐。要请我食饼啦。要食饼，无来食一个无？食饼。免钱的。哎呦，不够芳你内底富贵走出来，内底无人。无人。哇！你有来。耶！大家一起吃。下喝汤。哦。哎呦，台南人那这热情啊！文精哦。村长文精，给村长文精啦。行，记录咱去走行，卖错卖错。谢谢，拜拜。大哥，你好。我是张秀清啦。哦。哎，你好，你好。下晡有一个活动啊，看你有要来参加无？较麻烦者。真念的活动。阮会有足精彩的表演哦。来，翕一下上。阮敢有这个荣幸，甲你翕一下。哦，来。阮伫下晡3点伫南西道，就伫附近尔。因为你拄则是甲我讲无安排代志哦，我有听到哦。因为这机会算讲足少。因为今仔日尔。啊，无咱来去遐。遐有人咧甲你叫，遐有人咧甲你叫啦。哎，来啦，来看阮的节目下晡啦，好不好？阮这吼，你会当去体验迄个吼真练。反正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来啦，好不好？我甲恁讲，恁倒位人？台北人吼，哦，你来一人是一张，啊，摕一张就好啊，好，八弟甲恁介绍。因为下晡3点有一个活动，伫这南西道。阮有一个活动吼，下晡3点，吼。啊，阮要这吼，你看真练吼。南西道啊。真练系 DIY，对，来体验一下。啊，恁下晡3点到有休困。看看啊。真久。足久，毋是讲半点钟。半点钟，即马规个拢迟到啊。系啊，真正诶。亚准讲个足厉害共款，对无？哦，这日头。这热死啊！哦，你总算来啊啦。恁是几张？阮等甲真正等规半点钟啊啦。是安怎？卡无来。毋是啊，阮总认真咧诱人客呢。你毋知有人客偌歹诱？系啊。嘛，阮诱我足轻松的呢。系啊，我就开讲安尼啊。你搁讲一个，你讲啥？诱甲足轻松。足溜咧啊！歹势，我想无落去。无你哦，王刚足拍拼，你看。对啊，当家呢。伊是拄仔去便所，无说你呛着水。恁得几张？来，看一个。比一个。来啊！阮拢是拄着迄种一家伙啊，哦，人足多。有影。嘛无讲真济啦。比啊，来你偌济啊？一张嘛。一张，两张嘛。3张嘛。4嘛。5张嘛。6张，啊换你，差不多6张啦。较有可能遐济咧。咱是哪？一张，两张，3张。哦哇，你算人头的吧？算人头的。当然咯，你甲阮看是咧。20几人诶，20几人诶。一张抵咱6。这是规台游览车啦。嘿，同学恁好。恁队来啊？台北哦，老师吼，老师一定有听到，对，无啦，阮吼下晡有一个活动，老师你小可看者，啊，阮阁有足精彩的表演哦。我再来甲伊讲。好啊吼，参详一下。啊，阮会甲恁翕相，啊，到时阮会甲你做一个足经典的这个相簿。听来恁咧上电视呢，来。结果就是因先输啊！为什么？啊，比人头恁就输啊！无啊，比迄几张是。无关系，爱看到现场。伊讲爱看人头。奖品。哦。耶！谢谢 boss。这现金吗？我看一下。
哇！什么啦？这阮来啦，恁平声搞恁。这什么？看一下，看一下。迄一季的呢，错的啦。我拢规张啊！我动作真正。你真正是现金哦。讲欢喜一个。这衫我看。但是这嘛袂歹啦，这 boss 吼，搁互咱。对，我冇背。这来啦。哦，就做对呢。凉水。哇，凉水的对换罐。凉水哦，凉水的兑换罐啦。我知啊，因为恁赢，啊恁搁爱去发财。我大家啉安尼。假啦，饮料你嘛要倒3缸饮。阮即马先来换凉水。哦好，啊你给我一个。啊，我去就困。袂使啦。好了，行啊，再见啦。这无良心的咧，哪安尼啦？这是什么情形？换就换。就是今日分组的时阵嘛，因为咱去迄个恰看楼的时阵，我甲董仔有发现一个美感，就是当阮在行路的时阵，看到对方，伊知影阮是谁，知影阮是巴蒂董仔哦，迄眼神有对到的时阵，就是甲问就对啊，因为迄种人拢这热情。我有当阵食秘书，我唔知为虾米安尼，但是我有当阵就怎啊讲话。迄技巧较厉害，我就夹斗3工安尼。你对我上好的帮助就是迄游览车咧，你讲啥？我看到游览车就去甲炸落来。无我想讲人足济安尼，虽然讲一定伫底面真吵，但是不要紧啊，有迄点。来，你这我来帮你换掉。我这赢爱。我要拎啊，我要拎啊。你要换啥？你好，我来哦，看到真黏呢，真黏呢。这有吧？这有吧？对。头家吼？是2个少年人。你敢知影什么叫真黏？知，用玻璃胶。哎呦！是你讲你唔知了。上我台南人呢？我台南新妇呢？对啊，但是你住比因佫较久哦。因为年岁较大，少年都17、18岁。袂，你应该讲我生过，啊你有较爽无？啊你几岁？你几岁？我30岁。哇！会使生？绝对生过。会使生对无？这就8面啊！我翻白眼。啊，恁兜哪有这？你敢会用这？这就爱对安尼讲呢，恁即马所徛的所在是咱5条港里。是。啊，5条港里伫咧300几年前，才就是5条港的顶渡头，人咧讲的码头。码头。啊，码头拢是大陆移民来遮的生过的，供奉着伊的祖父郭姓王。啊，我本身嘛拜郭姓王公。哎呦。嘿，啊，所以甲郭姓王甲我生理上做一个联合，就是恁所上即个丁上即个画面。嘿。嘿，啊，真良本身我就是作家的演员。哎呦，少年人会介意这无简单的哦。而且下晡嘛是来教阮做伙耍哦。啊对咧。下晡3点有。好无，恁做伙来啊？我已经有报名。帮助宾馆报名。会使。好，啊，即摆哪？啊，我们我你赢无啦？是。你赢。你赢。我看到啦。对啊。我生气耶！我袂讲什么我生过。来，我来你哦。好，来，你换啊，阮啉吼，对无？对，你换阮啉啦。新房伊是4个出来。你一工卖几杯啊？一工拢即马当咧起步啊，拢差不多伫咧3000外杯。哦，无你安尼我税金厝就来啊，嘿，这袂当我袂讲。其实你会用请阮2个啊，阮2个辣妹啊。对啊。一日店长啦，哎呦。帅呢。水萍姐啊，这有虾米的？辣妹驾到，快乐的干姐妹。太可老客人真好。啊，董啊，这是董哈娜啦。是，恁坐，来。小等咧。嘿，赢的较有头啉嘛吼，歹势。啊，搁小弟来啦，搁写我的名呢，搁写伊名。来啦，你安尼袂使安哦。怎才会使啉啦？但是像阮安尼，哇，只会当啉，因为阮赢。哎呦，你赢阮输就对啊。只来，甲你。哦，清凉比较开啦。哎，恁的20几杯家己摕啦。来，恁家己摕啦。是哦。这吼是等的吼，我们来请。现场的人客。会使，这会使。你我看这嘛无好讲嘞吼，请等。我要紧，我有甲你准备。
准备咱传统的光声的方式，哈互恁光上车顶。安尼等我一下，我准备一下来。这位哥哥看起来有在光叫的哦，你是有在光叫？酸夹袂哦，酸夹袂。这是什么物件？要不要弄用啊？来，无你看伊安那，甲放起来，放起来。哇！放个条，这人条。哎，够有真嘞！这够啊，这是大方便的，大方便的，来哇，这袂算啊，来山姑娘。哎，这恁家己做的哦？无，这人的这人专门的古早人。对。好，来啦，来你，你遮徛好，啊你走。你徛遮。对啊，这古早是要底啥？人咧拜天公，拜天公。啊，放一寡甜蚵饼，去拜拜安尼，是。去拜拜哦。啊是要安怎用？会使教。放伫顶仔头尔。我感觉吼，这担甲恁两个吼有适合呢。你讲配色？我知啊，来，恁的色水吼，真拄好。无啊，阮若羹哎，迄两杯会使放入来无？会当放遮，啊，但是恁袂当啉。安尼我无爱。哎，袂使哦，你会用掠去关哦。啥高物。好啦，咱替王爷做代志。来，啊无安尼啦，无去啦，看恁吼辛苦。辛苦。咱就可怜。对嘛。好啦。来，扶了。来打起来。打。这要安怎打？哎，打起来啊，手小可翻嘞哦。扶了，我扶了。好，来，1、2、3，挥！哦，无路用。真正有重呢。赞啦，你就对啊！哎，行，奇怪，来，这哪里来，哎，车停下啊！巴库，哎呦，手鉗要出价哦！哎，我计两道，唔通搁计啊！足重的，我已经甲头要比好比啊！真正足重的呢。两喙就好啊！好，来，行，有体力啦！哎，小，这就重的，这。啊，这天顶哦，哎，天顶嘿。天顶哦，好来，咱即摆伫天顶嘛吼，阮下环啊啦，是不是？下环天顶，咱即摆是伫咧天顶，恁大家啊，这有人哦，有人啊，不是天顶吗？哎，你就知影吼。天顶吼，上开大的这个日子，就是蟠桃会。是啦。我就是烦恼讲人无够济，但是我唔是讲我的表演无人看。我突然好感动哦。我唔知是安怎有这个心情，我颠倒烦恼的是，咱辛苦遮尔久的物件，无人来。我感觉王爷公有感受到阮的心意啊，因为阮是真正足认真想要做这件代志的。因为这两天吼，气象讲的台南的落雨啦，所以我求讲拜托天气爱较好的，莫落雨。因为天气好，大家来遮就会欢喜啊，翕相嘛会足水的。所以我有偷偷讲拜托天气一定要好啊，爱有人来参加，就这是重点嘛。好佳在现场会使有人。哎呀！尖叫声！好成功啊！我是拿彩虹，拿彩虹啊！豆豆我行，好成功！哎呦，要够美丽！祝福大家花声吹落，有花声有保庇啊！大家好，我是张国诺。哎呀，恭喜哦！大家好，今日咱八仙过海，剩咱4仙，是为虾米咧？因为咱的钱无够，请无人。无，其他强掠去煮4神汤。哎，我白讲。喂，呸！我白讲。不是，你敢知影阮做仙吼？
足辛苦的，你知无？对啊，啊，咱搁爱吼演红看，啊搁爱扮身，对啊，明明咱是身，咱就用变的无，叮，你就好啊。伫遐一直 NG 是 NG 安那？哎，啊，唔过，但是吼，你但是我还未讲完咧。好，你大家嘛拢知影，吼，阮即个天庭呢，上介欢喜的吼，就是今仔日呢，即个会叫做什么会啊？蟠桃会是。那下凡来互大家保庇，大家平安，大家赚大钱的意思。是。啊，唔好甲阮问明白哦，阮变袂出来哦。嘿，其实今仔日咱这个活动啊，其实足袂歹啊。是啊，啊，咱看会出来。现场足侪艺术品。哎呦，这叫做真良啦。对，真良。是啦，这你得去庙仔内底，你有看到这足水，可以做真良啦。哦。就平常时啊有一寡师来帮阮创。哎，用创的哦。帮阮整。嘿，帮阮整啦，对啦，帮咱念啦。所以后壁看到迄遮水的艺术品吼，拢是出自两个人的手头啦。是对两个人呢。就是咱的民结师，啊，还有伊的查某囝小咪啦，花声吹落啦。欢迎来小咪。来，感谢恁两个哦，真正是最厉害的。各位大家好。好。我是民结师，我是咧做真良的。是哦，啊，这我的祖囝。大家好，我是小咪。小啊，啥古水啊？谢谢。你是猜咪？好啦，小咪啊，其实这两个算讲是足重要的啦，因为这个台湾吼，这个庙这个艺术，哇，这伊要靠因这两个。这咱爱甲传承落去。对，因为迄拢是百年足困难的物件，靠着这两个遮厉害的手工。啊，今仔日呢，最重要就要邀请到咱台南的吉祥物。吉祥物，吉祥物是什么呢？鱼头君啊！来欢迎鱼头。哇，就我看嘞！伊是算讲有哎呦，跳起来，breaking。水哦。来，趴下吹了啊！咱这鱼头君呢是代表咱台南的这好食的物件沙拉鱼。对。你会使看伊较只片吼，真正是现捞啊的，足新鲜的。哇！对。这地上好食。你要吃哦！不要空，你要吃哦！最好食的吼，啊，今仔日要邀请咱民结师，还有咱小明，还有咱的这个鱼头君来做最重要的仪式啦。1、2、3，哇！我小水姐，这是合作鱼头君啊！啊，阮今日咧足特别，想要用真凉的方式干凉，我足水的。对，小等大家拢会使体验。来，大家人拢到，咱就爱闹热一下，对。放炮啦吼！大家较注意哦，听到炮声，互你金银财宝满大厅。哎，哇！大家有发大财无？今日活动足重要的，咱有请这个民结师吼来现场教咱做这个真凉。啊，还有伊的查某囝。伊查某囝小咪，做迄个修复，啊要用焖绳，啊你会使用水菜画，啊会使炸转去。哦，啊边仔佫有翕相的，啊阮主持人嘛会落去帮你翕相。啊，到手边的后壁来看一个。哎呦，这个艺术品有无？头前拢有 QR code，是的，就是家己甲 Q 一个，有咱的有声册，等于是讲迄个有声册内底声，啊，佫有遐骑马的声，全部拢是阮用的。对，啊。恁来讲完，伊要闹屎。你就巴肚疼哦。笑到背，好笑。跳舞无？跳舞。对啦，安尼好啦。我操啊！嘿啊。嘿啦，安尼会使活动开始啊，正式开始。好。哦，哎，即摆你也看啦，咱这活动遐尼闹热猜啦，啊人有人要翕相的啊，啊有吼排队，你也看卖啊，翕相是。哦，3万几个人伫遐排队排到迄边，啊，佫有倒手边来看一个。这体验啊。一定吼要体验的这个吼，真凉，啊，佫有修复，修复的吼，拢伫遐咧吼等啦。所以吼，咱即马吼就先这边吼先翕相，啊翕了吼，对啦，要过迄边，要过这边。兵分两路啦。来，开始。
阮即马吼顶悬遮吼准备吼，阮的师爷咧要甲阮洗脸吼，来开始。开始。哇，上专业的，你感觉你有做钦佩面结师无？人缘投，搁将士，啊，搁有才华，哦，甲你共款。而且搁付出遮侪时间咧。对啊，金曲国迄个歌王呢，我来看一下，咱的鱼头君，你哪会想到要用伫个鱼头君的顶悬？啊，鱼头君是咱台南的吉祥物。因为今年是台南400档，啊，所以鱼头君是台南的迄个吉祥物。是。因为台南上有名的啥？沙巴鱼。沙巴鱼。有想要看阮讲的有声册无？来，妹妹来。摕出来扫。来，手机啊摕出来。哦，要甲阮车拼了。嘿啊，要拼台啊你。拼台。来哦，进来看有声册哦。来。哎哦，来。我报你看，这个是我主讲的，来。主讲的啦，阮家己配。金山溪就是金山市，金山溪。Hi, welcome to Taiwan. Hello. You want a photo? A famous superstar in Taiwan. In Taiwan. Where you come from? Where you come from? Australia. Take a photo with the superstar. Okay. We're on the TV show here. You're on it now. Yeah. Nice person. Very nice person. Nice person. Now you can talk to Taiwanese with them. Oh yeah. 对，伊即摆就是咧帮阮翻译啊，咧讲阮即摆是啥物？你好。Hey, you can say 赞啦。赞啦 is mean good. Perfect. Yes. Taiwanese language. Yes.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哎，你唔是人讲英语？你好。来。How are you? Yes, I Thailand superstar. Yes. Understand? Australian superstar. Yeah. Superstar. Sing. Yeah. 到位的 superstar。澳洲来的。甲咱欺负啦！澳洲来的。澳洲哦。哦。对。Very good. Very good. 哎，澳洲英语要安怎讲 Australia. 澳洲。Australia. I like Taiwan. I beautiful? Yes. Yes. You eyes. Very good. You're looking very. 你把酒袂歹。Yeah, she say you look very. Very nice. Very nice. 我甲因讲你是一个最有名的歌手。安尼哦，卖啦，我即摆穿安尼。这个好身高，食较好。Let's go. 一定要好身高甲咱的迄落倒位，咱澳洲来的朋友哦，在跳舞哦。Thank you. 嗨，姐，我来帮你介绍一下。这种这，你若要刷 QR code，会使听到这故事。你会使用机啊。迄故事拢是我甲东啊，还有李友王，还有迄个。讲的。秀琴记啊，就是这把图，就这把图。这都是你们配音的。对啊，拢会啊。我拢家用物件。你会使哪听啊，哪看安尼？这个好。对，这把图。NG 码，因为伊这有做真量，啊，但是阮想要用声甲配出来，迄画面较好。你是配音组的。对啊，我 M 码哩。阮第6个这伊拄好住喺台南嘛，敲电话讲拜托你一定要来，就因为阮姐也伫台南嘛5、6档有啊，所以我伫台北工课嘛，去足罕咧看的，所以即有即个机会我嘛足欢喜的，会使甲伊好好开讲，好好讲艺术，互伊知影讲伊住即个台南有遮侪美丽的所在。来，今仔日的唔是半小送，完全唔免钱的。今仔日咱所有大咖的好朋友，大家吼拢会当起来体验一下。
好来。你个边啊，这伊有线对无？吼，啊，你有线所在就对安尼刺起来，啊，规个甲刺互甜，安尼了来。耶！哇，好厉害！好，哦，袂歹哦。哦，哎呦，这是安怎？这是秘书。谢谢。这是沙西米吗？沙西米哦。今仔日要教大家安怎修好模型，因为咱今仔袂当直接修理模型，袂当用伫锅布顶管，所以阮就准备这体氧活动，这是模型的图。伊这有6张。有6张，啊，毋过伊即摆已经互切落开啊，所以今仔日啦要请大家甲倒起来，啊，倒起来了后用膏啊黏伫个这纸顶面。哦。啊，你要黏进前啊，因为这有过来度嘛。你爱下一个起来，你有一张袂当打，因为这就是你模型无去的所在。打完了后，无去的所在，你爱用咱准备的迄色甲画倒去。啊，画了就是阮会准备这相框、手轻啊，顶管换衫。啊，你就甲迄完成的图，甲放伫个手轻内底。好。今仔就看你安怎。甲这模型修理甲上水，好，谢谢老师。开始。谢谢老师，我看拢无。来，大家看过来吼，看过来，两米。照过来。照过来，小等的要体验的，就是这叫做剪黏。好，啊，这尾叫做红尾，红的尾溜。是。好，啊，小等的师傅姐吼，已经拢甲这白色的拢黏无好啊。啊，恁呢就是顶管的色，啊，家己甲这正边甲倒边甲量起哩，安尼啊，这拢玻璃哦，所以摕时阵爱较小注意咧，安尼吼。啊，即马师傅帮你用的就是伊会甲迄个黏土黏咧中间，像龙骨安尼，嘿，啊，咱就甲黏起哩，安尼。吼，啊，若听无的话吼，我若讲了听无，所以咱过来问一下。你讲的，恁敢听有？哎呦，哎呦，你的台语有进步咧！进步呢，因比我较老咧。你无听无？好，啊，阮小等的甲恁分落去吼。我遮有准备鉛笔，你会当伫画迄色彩进前，啊，你用这鉛笔伫顶管前拍过，啊，拍过爱轻轻啊就好。拍过爱轻轻啊就好啊，因为你画小重，你的水彩看袂过。是哦，我咧拍过，我会使感觉到小米老师在修好的时阵在专心。小米老师，你做这你一定要足专心的对无？对啊。我即马才会使体验着。真的爱感觉。诶，小米老师，我出师啊！出师啊嘛，我看卖，袂歹呢。我惊着我哪会遐搞？我哪搞啦？我画安尼就好。啊，开始会当画线。画线。这支安尼啊，就对转过来吼，好无？方向无共啊。哦啊，这个念拢是爱对线尾啊开始念，一支读一支起哩。啊，小甲画咧就好啊。哦，画咧莫甲重，因为伊个主人伊会打去。哦，这学生啊，足认真诶。安尼是毋是足紧的？安足紧的吼。你看伊是毋是一支读一支吼？安尼转过来了来，就对这个方向立落来。啊了来，中搁一条迄个缎带，连安尼就好啊。好，我知啦吼。知。哦，真趣味呢。这个上面要完成。OK。啊，这小心哦，因为这个骨咯吼。啊鸟尾哦，哦，我这要结束啊啦。李友王，你看我这。你目睭真大蕊。对啊，你看我这眼线。眼线较粗啊！体验甲安那？哇，哎，好久不见嘞！你看咱收好衫，教阮画，
这我画。你看，这眼线敢若秀琴子啊！啊，你迄个大细链呢？大细链啊，大链啊！我伫边仔咧看嘛，我感觉伊足厉害，因为咱昨唔知伊的体验是安怎算嘛。啊，我今仔日看到恁安尼一人一个，家己选，啊，家己画，对，真趣味，足趣味的啊！嘿，哎，我有发现一个会使团成啊！啥物？你看伊的一模一样啊！我看一模一样啊！足水的呢！小米，看西啊，小米。会使牵西啊啦！真正会使牵西啊呢！对啊。啊边仔人有人接啊。对啊。老师，你感觉伊这安怎？伤合，伊有兴趣来阮公司。科鲁姐来跟做好的。嘿啊。会足内敛的。哎，我是真正有惊到的，想讲真正这种体验，真正会找到这种遮厉害。对，恁知。来，恁家拢画了吗？哦，袂歹哦。画了袂歹。嘿啊，袂歹呢。我看你的。啊，伊佫有帮伊画丁顺呢。哦，也无啊。哦，你也是特别的呢。伊嘛帮伊画丁顺啊。不是，伊有食睫毛。嘿。老师。新棉有。你常考我的猪猪姐吼。猪猪姐。哎，小米老师看卖者。有创意。小米老师看者。老师看者。啊，这目睭袂歹。这是假抓。喂，有创意。有创意啊。哦，你看，安尼知吼，感受会到啊吼。啊贴的，啊遮拢会使贴的。安尼。啊，你这伤人啊，嘿，伤人啊贴的。会使用安尼连调，甲伊安尼顺的，因小可头就湿湿啦。嘿，啊你有发现阮两个足够讲的无？嘿啊，出一支喙。来，你喜欢。啊，你白瓜，啊，没错啊，没错。头前个头那无？这头伫遮恁爱放的，无伤大高啊，了话啊，有了话啊，还免家己的把紧。你看，你看。起，来。赶紧，别紧张。然后双手就会使接啦。哎，对。你看人啊，一个头是毋拄我好出来，啊，你甲头开咗规格走出来。马紧。哦，凶手是你啊？是我开的。因为你这膏啊伤济啊，所以你即摆安尼，你要等一个较大的时阵。你敢知我帮你做这个偌值钱哦，哇，值钱哦。啊？爱签名。哇，即马有录影起来啊。对啊，值钱。你以后摕出去卖吼，上无你也走路，你会当摕一个。确定吗？顶住，你别讲我顶住。是有较含笑看当时。啊，我著做这来卖就好啊。有无？啊，好。有加一个名，继续加一个。好，谢谢。六岁。哇，我袂好。哇，你好啊呢？伊完全拢好啊呢。对，但是伊顶悬是拄则是狮做的，遮袂使看，爱看遮。所以安尼几分？拍一个分数。卖啦，卖拍啦。我互你100分。啊，谢谢啦。因为你有用心咧做，嘿，甲你鼓励一下，袂歹啊。袂歹啦。因为第一摆做啊。第一届做，咱做袂歹啊。我想着迄天去恁兜做，你的阮做个哩哩啦啦，你拢搁电讲。人我有爱拍50分的。有啦。遐悬的哦。系啊。啊，满分是偌济？满分200。啊那，了解，你感觉你今仔日做这个艺术品，你有啥物感想无？就是爱做足油的啊。嘿。哦，手路爱油的。你这就是。哎，我我声吹真正拖声吹，下晡好到即嘛6点半。在天黑啊！天黑啊，你看。日头落山。对啊。哎呀，你发现咱下晡的时阵吼，董事讲吼，伊对下骹看了足感动的。因为大家安尼轮流排队啊，甲这完成迄种感动，我唔知要安怎形容。因为这算讲整念是大家做伙，一人一片。而且这是传统的艺术，而且吼上感动的就是吼。海内外，你也看，搁有咱的外国人。对，咱 international。嘛是来排队。Australia。嘿，澳洲。那请这本尊。好，来，咱来看。有请回头哥。哇，头香啊，吹落去。哎，伊拢袂忝嘞。嘿啊，伊今仔日辛苦的呢。对啊。哎，你较甜的哦，我想讲你分去啊咧。
赶快甲遐里有礼貌。鼻头滚，你会细汉的咧，咱来比一个，你会细汉的来，你会细汉你会细汉的。我帮你去请上好来，哎呦，啊高水呢？哎，真的有好看。咱用一个普瓦西亚环境，咱的林杰林跟小咪，小咪，哇，大家好，好啊，哎，恁今仔日是主角呢？主角吼，对啊，啊，你今仔日有啥物感想？今仔是上欢喜的一天，耶！上欢喜一天，因为咱有法度将展念这个传统工艺，甲伊办这个活动，互这个展念的物件有真好的生命，互伊延续落去。嘿，啊嘛是足感谢大家来甲推广。唔敢讲，你唔敢嫌啦。嘛爱足感谢遮的来宾的体验的来宾，我看因大家哦，足认真咧做，足认真咧。对啊，叫苏豪隔壁的呢。哎，对啊，所以讲今仔来体验的遮拢是非常好的未来的迄个土地的学生，哎对，啊，小咪咧，感觉安怎？今仔我嘛足感动的，大家拢是咧拍拼，足认真咧教要咱做修复。嘛，感谢大家互阮这个机会，啊，希望展亮甲修复会当传承甲大家全世界，全世界，搁较侪人知影。搁传出去安尼，你这是怪怪哦，这是要创这敢若就感谢人呢。金劳，这是阮的婚送呢。哎呦，我要来分手啊！这是重点又嘛。搁要拍分数啊！要拍婚送。这是安尼啦，我足想要互恁100分。是吼。哦，你过来啊！但是袂真买就100分，安尼后壁就无努力的空无这间。你唔免甲阮烦恼。迄毋是电工较讲会的。对啊，是咧无？阮会使一世人拢100分，应该使啊，这集是这集啦，啊，别一你唔免甲阮你莫讲共款的啦。别集就毋是你啊！好，来开始哦。好，一个。哎呦，咱的小咪，小咪噔噔噔，6等奖有无？秀琴妈妈6等奖。来，换你。我先到，因为我感觉今仔大家拢照到的，我先互因满分。金牛出国比赛得冠军，哇！顺利，阿你弟弟。阮这个祖囝吼，是真正是，伊教做人啦。伊歹看的迄拢留互我，伊拢要叫我做歹人。哦，过来，哎呦哎呦，好啦，妈呀，这个留起来好啦，安尼就好啦。留起来啦。坑啦，你莫安尼，哎呀，亲情莫计较。无啦，哎，你莫安尼，哎。甘愿啦。好啦好啦。好，100分呢。 100分哦，有特别的那个 special 的奖品。我有奖品。假嘅。巴弟，麻烦一下。我去摕物件。你去摕。哇，奖品，小蛋。要甲你的金仔甲搬出来要送完吗？啊，唔免遐济啦。比金仔甲搁较水的物件。哎呦，奖品有够重的啦。虾米啦？你是拖啥？虾米啦？我摕袂起来啦。什么情形？来，安怎啦？来，秀琴这啊，这都你啦。祝你生日快乐！哎呀，这是要祝你吼。 生日快乐！啊，个妈妈节。哟，因为咱这个北山嘛是攀头嘛。我去甲要陪呢，你嘛是过生日啦。有够感动的啦！你今日好生，加两个遐细地哦。哦，这比我的面较细咧。还真正呢。对啊。我足介意的，我足讨厌比我的面较大的物件。性感千秋啦。性感千秋，性修。诶，安尼后壁无爱补一句万寿无疆咧。万寿无疆。福如东海。福如东海啊。寿比南山。寿比南山。我遮拄好有南山高科。南山。感谢制作单位吼，啊感谢师的吼，啊恁大家吼，互我这个机会，今仔日熟悉吼，咱面结师啊，甲伊的查某囝。 嘿啊，我感觉讲来遮吼，实在做个好朋友，啊，搁来遮尔好的所在，嘿，这就是咱台南上界赞，上界互人有人情味，上界有文艺吼艺术的所在，有文化的所在，咱今仔日圆满啦吼。圆满啦。啊，恁有啥物想法？其实办活动真正无简单。对啊，若无观众就无咱。 对无？啊，所以今仔日不管是体验的啊，还是阮之前已经做好的迄落有写册啊，我感觉咱真正足用心的。
对，所以我感觉阮爱甲家己爱的鼓掌啊5、6、7、8。双手福气，互你满意。今仔咱的目的已经有达成啊，重点是看因咧做，迄个感觉足顶真的，大家感觉拢感觉即个展览、即个艺术足趣味的，哦，这就是咱所要爱的。这活动对我来讲是足精彩的，物件足多，对无？佫有有声册、展览、修复师，都是足用心的物件，而且佫会使代表咱台湾的艺术。所以今日有迄外国人来看到阮迄个艺术的时阵，伊是足欢喜的，足骄傲的，甲介绍讲这是咱台湾的物件。其实这是台湾之光呢，台湾的这个艺术是真正是一级棒的啊！我感觉讲，我伫演艺界遐尼久，我定咧出外景，吃喝玩乐啦，若毋是吼去佚佗的食物件的啦吼，啊，就感觉讲真欢喜哦，我将来这是我第一遍。出道40几年，第一遍参与这么有意义、这么艺术的一个节目，所以这又阁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虽然我是恁的头家，我嘛挡袂掉要学努力，竟然完成这个无可能的任务。相信日后叶师傅甲因查某囝会当借由一摆完成鱼头滚的展览创作，伫各地展出。而且今仔日这款的推广方式，予较侪人认捌因的手艺，看来我愈来愈放心，交代恁搁较侪挑战哦。